经济的消息来看，台股今仔日这表现是真水，开一路呢是冲过安尼3万点。也那这台积电呢，虽然讲因的发售会是还未开始，不过市场同款嘛是正热，上悬的是来到1695块。AI 概念股嘛拢有起，也毋过呢，其他所有超过700间拢是破价。找五台股大起的气势挡袂牢，29,779点开盘，开盘无到1点钟就起到3万点，盘中上悬拔到30339点，起990点。上主要是宽达股台积电的贡献。台积电开盘1630块，上悬起到1695块，起110块。台积电的一个大涨，反映的就是 AI 的一个成长，台积电受惠程度最高，因为它是 AI 晶片的一个独家供应商。今年呢，这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呢，渴望再度的大幅调升。1月15号因为是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所以股价呢是先上涨来做反应。台股的多头气势请假挡袂牢，这边起爆除了台积电、鸿海、台达电、联发科等 AI 股，其他不是 AI 股盘的家数超过700间，比起的家数加3倍。因为个人基金已经护盘超过9个月。后礼拜二要开例会，个人基金会继续护盘，也是退场，市场正关心。分析师认为，个人基金若是退场，是不是互市场猜测，或者是担心起罪回档，拢会考虑。因若美国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翁仔某的代志，大概就看股市是不是有影响。因为委内瑞拉它在全球供应链的权重很有限所以说目前的这个事件除非就是说还有后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这种股市的震荡机会是相对比较低的。专家认为，地缘政治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股未改变趋势，台股基本面也是有动。过来 AI 宽达股敢会继续起，或者是会出现 AI 水波化的隐忧，拢是影响股市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